分享画面一下。没有画面。却再重新分享一次。好。有吗？有。好的。点赞师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今天由后学沈荣洲来带读，请把我们的麦克风关一下，谢谢。梅姐姐，你的麦克风没有关。恭送关圣帝君伏魔真经，观考人验测道心，真心一点贯古今，圣贤之门正道同，了脱生死从此忙，帝王将相平而论，功过对错称己身，金临天下本无限，赏善罚恶见取人，伏魔降龙家邦正，威灵显赫三界经，魔高一丈和足迹，道高一尺化太平，真随真佛系身上，浩然充塞在其中，经年累月修精进，忠孝节义表万民。关圣帝君伏魔真经，一炷馨香上告天庭，斋庄中正纯然清净，无私杂念亦成显灵，恶目首贤真人佛性，敬天理神善心福音，手提合同子亥怀抱，经中贯日一片丹心，焚香早诵伏魔真经，神威法身即刻降临，斩妖除魔结寇平定，魍魉邪魔渺无踪影，先顿修身存心养性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，天高地厚奥妙治理，物事明就通晓人情，辟除异端分别异立，阐扬道义大道流行，玩物丧志还人善命，戒除异义勤奋耕耘，若存恶心明瞒暗骗，狡诈偷克欺哄愚蒙，比贱弱小视钱辱善，以富压贫利令自分，患者还神速步怠慢，眼业快招毫不留情，凭借公职念财谋利，占为己有罪障万生，金银财宝善财善舍，大事欺盈国家必稳，贪嗔痴爱心思不断，酒色财气强困真人，克局禁言难处下手，文恶庄容文道明聪，纯阳审查心存贵敬，除恶务尽斩草除根，气出无照气盛生事，待人处事温良俭恭，至诚无息暗示无欺，26慎独时刻善经，见
山仙刻竹科替疾，族黄香整肌，夏凉冬温。一日三朝，文王定神，定孤型竹生存，梦中成名。百校经文，奉为圭内，老少皆能采衣娱亲。家有父老，无力为强，安身立命，报道奉行。爱亲不误，敬亲不慢，爱敬事亲，德教百姓。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是谓孝忠。同气连枝，常枕大背，兄有弟恭，今有义坤。严氏家训，告诫子孙，留得后辈，家言义行。佛习着离，不得有事。鸡肠鸟肚，孤少不灵。空中照摇，湖中生友。离间兄弟，非是己心。不和互顺，如鼓琴瑟。阴阳调和，相敬如宾。其有弊端，不交寡信。有朋归亲，相视贵重。损友无情，是非不断。亦有利己，质量多闻。智者明辨，清流敌视。志同道合，愿力道弘。今人城中，国有真祥。金霸城间，民不聊生。敦仁秉德，以化暴力。修理诚意，精诚一心。德在百姓，心系万民。清正廉明，一路无心。晏子春秋，其心明鉴。屈言斩臣，不污德平。开战，精进不懈。万眼直见，常有未真。今时古月，今夜古人。几世混轴，唯我不能。三顿忠义，气贯长虹。撼动山河，凛冽中心。坚如金刚，牢不可破。无坚不摧，横扫万金。日夜朝朝，
扣，六扣七扣，八扣九扣，十扣手。恭送弥勒救真经。佛说弥勒救经，弥勒下世不归亲。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云莲正开不及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心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应现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言古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垠山前对儿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气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而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智慧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。择其照其遮日夜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护国教，保佑弥勒气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吴王赐令即下生，收无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邪念行路径，念及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。10扣1扣再扣3扣4扣5扣6扣7扣8扣9扣10扣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朝明，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
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圣旨昭革采纳，圣旨昭革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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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天赐的，感谢点赞师，各位浅浅大德，或许今天导师，感谢大家。哦，谢谢灵论慈悲啊，谢谢。感恩父天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哦，各位点传师啊，各位领队，各位副领队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贤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再见，拜拜。前贤们点传师晚安晚安。前贤晚安晚安。